天11节的感动时刻，我们要带您到苗栗三义，在这儿除了有木雕之外，还有名胜古迹龙腾断桥。而在三义客家庄呢，就有这么一个糕饼店的老板，叫做蔡永四，他研发出了断桥饼。只是呢，这个饼如何让外形跟桥的形状一样呢？他可是发挥了客家应景精神。充满面包香的工厂里，正在酝酿属于苗栗三义客家庄的伴手礼断桥饼。研发产品的人是饼铺的老板蔡永四，他花了好几个月思考如何透过糕饼宣扬三义特色，最后选择了当地的名胜古迹龙腾断桥。我们做糕饼呢，让游客来这边玩之后，能够带一点的伴手礼回去。那我们就引申到我的想法就是说，我们要有怀旧精神的祖先，那盖这个糯米桥。龙腾断桥在日据时代是交通重要干道。民国24年一场大地震，桥震断了，但因为遗迹保留完整，被列为台湾3级古迹，也成了当地著名观光景点。为了感念祖先建造辛苦，并发挥传统精神，蔡老板选定古早味地瓜当内馅。只是最重要的断桥造型又应该要如何的呈现呢？我们那个刻纹的纹路，那有高低，那打出来的时候比较有那个立体感，所以说我们是制作上也是会有一些的困难的。发挥客家应景精神，一试再试，终于成就了这一个个造型独特的断桥饼。其实蔡老板本身并不是客家人，如此用心研发，只为了把三义客家庄推广出去。儿子蔡首创也跟着爸爸一起努力。大家注意了，家卖下做事啊，到了有时做到1點人、1點人下做事啊，大家朋友就注意了。过年过节就看无限啦，因为做嘢传统产业老一般呢，看无重要啊，就应该。糕饼店生意几乎全年无休，虽然辛苦，但父子俩理念一致，继续做出美味绵密的断桥饼，让来过龙腾断桥的观光客也能把记忆带回去，和所有人分享。大震后的坚强韧性，云雾中如龙腾的气势，成就客家精神的注脚。三义走一遭，断桥景点用心看，断桥糕饼仔细尝，古迹的悠远用味觉诉说感动时刻。